这个社团活动，我们那时候一个年级才4班还是5班？那4班5班呢，完全是导师那边那个登记的时候，导师来让学生登记。后来我一看曹景辉不在，曹景辉不在那个棒球这个社团里面，就在想尽法要他，我就跟他聊。他说我不要，棒球很累，他说会很辛苦，那怎么办呢？他说他要参加那个什么棋艺社，像学啊、跳棋那样的。我说这个小孩子如果不来，这个损失很大，不只是我的损失，包括未来我们学校有一个损失，我就劝说他还是不愿意。那第一个学期他还不加入，下个学期又重新登记那个社团。我先跟老师讲，我说鼓励他来参加。后来他勉强因为他们知道这个老师很凶啊，很坏，有时候还会拿球棒打那个球员。他们小孩子本来就怕，人总是有一种好逸恶劳轻松的好玩的我去。到那边还要被老师控制，有时候老师还要抽到刀不愿意来，老师就劝他说到那边不错，那我就让他，就把他硬是把他挤过来，那个名单我把他从那个棋艺社然后删掉，弄到棒球，他就社团活动1个礼拜只有2节课，那时候不叫棒球队1个礼拜有2节课，从起码有2小时时间受我控制，他慢慢的就培养他的兴趣。我当然年纪小，3、4年级，我当然是以游戏为优先，棒球游戏什么的东西就在一起了。然后他产生兴趣以后，他就心就定下来。到10年级才开始正式的接受这个我们一起的这个训练这个课程。这样子，其实蛮紧张的。第一，我不知道，其实自己以往丢比赛的话，其实都是会蛮紧张的。但是只要能够先抢到第一个好球，或者是抓到第一个输球数的话，自己的心情就会平静。我觉得这一个最大的怎么讲？这一个调整最大的怎么讲？就是自己能够去调整这么快的适应的原因，应该算是在美国那一次的。就刚到美国，然后被基特打一支全垒打之后，自己是突然定说，自己现在才刚到这个地方，应该要怎么做？所以在之后的每一场比赛，其实虽然说紧张，不管是状况好不好，还是身体有什么状况的时候，都会马上能够去稳定一下自己的心情。比较好奇的就是说，因为你今年整年都没有比赛，你怎么有办法到日本以后，马上就可以衔接到他们，而且是1军的赛事？我也不知道，好像就是在那时候，我觉得应该是说在那一段，在台湾这一段期间的话，不管是合浦还是新北，还是我觉得还有国体，就是广教这边其实也帮忙蛮大的，就是一直保持在有一个对决打者的心态，然后模拟比赛然后或者是投 BP 这种感觉，我觉得应该是这一段时间的那一段时间的综合起来之后，到美国马上可以投入那个状况。对因为虽然说不是正式的比赛，但是至少你有那个感觉。那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到达100%，因为包括那时候在丢球数什么也都出不来可能我记得那时候丢有时候还会比较怎么讲，可能应该算是沮丧吧，因为有时候丢看速度都还有137、138，可是那时候调整到状况开始慢慢起来的时候，大概也是在145上下，那我就觉得说希望可以目标是在那边，可是有时好有时可能就是速度你没有办法去控制，但是感觉是一样的，但是就是保持着一样的心态下去丢，那到最后去到那边之后才发现说，完全是一个正式比赛的感觉，让自己去瞬间是把它拉起来，拉到那个程度这样子。那我觉得就是，而且不管是捕手或者是投手教练，他们其实都是一个蛮大的空间下去调整，所以我觉得自己只是
借由在台湾的调整的这一段期间，到日本之后就是顺势的把它做出来这样子，没有刻意怎么样，但是就是它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形成。